2025年6月28日，第30届布达佩斯骄傲节如期举行，胸万余民众涌向布达佩斯街头，现场 LGBTQ 人士盛装打扮参与这次节日。游行队伍自带阿克弗伦兹广场出发，经奥斯托利亚后，穿过伊丽莎白桥，于布达佩斯科技工业大学前的马路上作为节日庆祝地点。游行期间，人群环绕着花车与表演人员缓慢前行，沿线交通处于瘫痪状态，数条电车线路停止运行，自由桥被警方封锁。庆典现场设有与 LGBTQ 相关的文化展区，匈牙利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嘉宾受邀前来。布达佩斯市长盖尔盖伊卡拉乔尼发表致辞。据悉，此次活动将持续至当晚10点，人们在狂欢的同时还可以观看演出。